咱做来用一首，我要用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用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来敲找你。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踮伫破口所在，只要我要追求你，每一开我祈祷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手袂当做，每一开我祈祷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修白，予万国归向你。我要用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来敲找你，我要来敲找你。我要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踮伫破口所在，只要我要追求你，每一开我祈祷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手袂当做，每一开我祈祷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修白，予万国归向你。主，我是软弱干软者，你就是我的气力。主，我是软弱甲软者，你就是我的气力，用大几咱的手引带我，这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开我祈祷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手袂当做，每一开我祈祷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修白，予万国归向你。主是我软弱干软者，你就是我的气力。咱个吟这第二节。主，我是软弱甲软者，你就是我的气力，用大几咱的手引带我，这就是我的得胜。
上帝，请坐。咱的性命虽然有破口，咱嘛经历着软正，咱嘛经历着软弱。咱要来超找耶和华上帝，伊是咱的气力，是咱的帮助。因为伊是得胜的手，因带咱赢过一切攻击，赢过一切骄傲，成做温柔的心。咱要用谦卑、束腰来顺服。只有你让透办着阮的心来得到自由，无受到这个繁华世界物质的诱惑捆绑，只使到咱的面无笑容。求主帮助咱，圣神保卫师，含咱三个地地到永远。咱做来用这首，使我自由，咱用华语来念。是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一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耶利林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？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使我自由。是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一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？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使我自由。是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咱求面，主的圣神来当地，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在咱的心内，赶走咱心中最愁烦，赶走咱心中的不安。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？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
间有劳苦重担，咱求圣神，求圣神伫咱的心内，求圣神透帮咱，求圣神会互咱人得到自由。咱真感谢，咱定定咧祈祷，咱来祈祷，咱的帮助是对倒落来，咱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，咱感谢伊，咱感谢伊。伊互咱的脚袂学拙，引带咱头前的路是直直的。虽然有受坎坷的所在，但是咱相信，咱伫主内面，咱是无难成的事。因咱活过是耶和华上帝，咱的帮助是对伊遐来。天父上帝，阮会感谢你，阮的心来切切羡慕你，打亲像落，切切羡慕水一样，是甘甜，是真实的听。阮感谢你，阮有时。有做破口，兼且我嘛常常来得罪你。阮有时会掠着家己的感觉，因为是你的意思。阮有时骄傲，阮的心无得放落，遮个拢是破口，诚侪魔鬼攻击阮的机会，互阮时常来失志，互阮时常发错。恳求主你怜悯，阮伫你面前，阮愿意谦顺来服侍，来顺服。愿意承认阮家己的罪性，愿意承认阮真正是无辜，因为你的意念是超过阮的意念。阮感谢你，恳求主你亲自来监督，你看做无好的，恳求主你嘛抓着阮的手，永远无离开阮，永远向阮三角同行。阮献上感谢，献上学乐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是讲道的时间，请咱安静心，甲咱心内中所要祈求的，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请咱安静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是的主至圣全能的天父上帝。我存着敬畏谦卑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你所拣选、所呼召的读者、长老、执事，以及所有同工，向你献上祈祷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头，若无你，阮所做一切拢是空空。求你先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的性命重新归属伫你，无互时间。也是人的看法，互阮失去对你起初的疼。哈利路亚！主圣灵啊，恳求你赏赐圣灵伫阮中间来运行，保守阮每一个同工，拢常常伫你的疼甲真理的内面，拍破一切出伫骄傲、血气、纷争的所在。求你将合一的灵赏赐伫阮中间。互阮伫无共款的思维中，学习彼此来尊重；伫软弱的当中，彼此来扶持，互教会成做合一的见证，互教会成做一个身躯，同心同意来完成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恳求你复兴你的教会，将天顶来意向甲方向启示阮，互阮的脚步定着伫你的真理内面。用心来完成你所交托的事工，恳求你亲自看顾每一个同工的身心灵，保护夜早每一个人的家庭健康甲情绪，互夜生的会当得到快乐，互灵性倒退人平心得到圆满。荣耀大主宰，我愿将一切服侍，搁再一摆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毋是出伫勉强。乃是出伫你的疼甲感恩的心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教会亲像伫天里。哈利路亚！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
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17篇，诗篇65篇，咱三甲来启应。上帝啊，人伫锡安称赞你，搁着对你写所写的愿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全人类要求问你，做压倒我。毋过阮的过失，你拢会赦免。你所拣选，互因亲近你，住伫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阮要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，心满意足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你眷顾土地，落雨灌压，互土地真肥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安尼准备土地，供给五国，你灌溉田园，收平土地。落到野的雨水，互土肉软软。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，你用丰收做年冬的冠冕，你经过的路有油得地，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地。花头用欢喜做大霞，草坡用羊群做衫穿，山谷用五谷做花桃满，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184首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是落予我，见我秘密相我的人，互我家己分我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话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靠靠伊的，为保守你靠伊的，耶稣阮的那为遐心，将我的我心内，因为清清净净好意，心为平安自在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话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靠靠伊的，为保守你靠伊的，相信感动那会遐大，互我凊彩加是，承受互因心受感化，是命我心情意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话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靠靠伊的，为保守你靠伊的，会行信心常为的，只想起我计划，准备眼看眼光高天，我若一秒不爽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话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靠靠伊的，为保守你靠伊的。请坐。那这时圣歌队要来献诗，今日所要献唱的诗歌是《万米》，同来歌唱。
消息报告，请咱掀开咱的周报。奉献的部分，也请咱家己来注意。有问题，请咱会计部来更正。消息报告第一点，今仔日小组聚会正常，请兄弟踊跃参加。第二点，本位社区音乐班寒假的所在的时阵，咱有调整咱的课程，就是伫2月12拜4甲2月13拜5下晡3点到4点半，这2天要来进行咱的音乐课程。并且伫2月15日要做成果发表会，请咱关心大道。第3点，为着要帮助信徒灵命、生命受装备，互圣灵伫因的生命内底，来真正了解真理，那了解如何实践信仰的真相吼。请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门徒训练的造就班。咱伫迄个每一个拜5甲拜6下早是10点半甲11点半。目前有遮的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来参与。希望咱用互相鼓励、互相相招的心情来享受主的话语，来明白主的真理，伊要对咱讲的话是啥物，互咱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来荣耀主的名。第4点，今年2025年定期好会定伫3月初来召开，请兄弟咱伫1楼的公布栏来看一下咱的会员的名单。为这代志来关心大道，如果若有错误的，请咱的牧师来更正。第5点，今年度新春伫2月17，也就是拜2 9点要来举行青社礼拜。礼拜煞，咱有要翕团体相专家服，邀请咱做伙，小招咱的厝内底的人会当来教会做伙做礼拜，做伙团圆，来享受主美好的时刻。另外，2月15日，主日礼拜咱是照常来举行。迄天是华语甲台语来合并吼。然后小组咱是暂停2周。接着，咱要来看咱本周的金句。记载伫箴言10章22节。第二，耶和华的祝福互人好掠，也无藏幽怨伫内面。翻译：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忧虑。箴言10章22节。那这时，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，记载伫旧约圣经申命记28章第1节甲第2节，阁有另外一段是13节。那这是我用巴克的台语版圣经来共读。申命记28章第1节，你若注意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，守伊一切的诫命来行伊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互你搬过天的万国。你若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就只会祝福要约你，要到地里。13节。你若听趁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来接受伊，无偏左无偏右，来歪转我今仔日所命令你遮的话，去趁别个上帝来服侍伊。耶和华就要互你做头，无做尾，要互你伫顶面，无囥伫下面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听趁伊话语的人。那这是咱要来邀请咱的小朋友，穆恩，要用华语来共读一解。最平安，其实他们都会用法作为
生命记28章1到2节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秉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13节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谢谢穆恩。今仔日唯一牧师要来正道的题目是听见主的声，对听见到活出生命的快乐。那这时咱来邀请牧师为小朋友来祝祷。做伙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即个听的大家庭三甲会当用祈祷来为着细囝来祈祷的时，使阮的心充满欢喜甲感谢。愿上帝你圣神成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助，互引带阮，互阮的心常常伫祈祷的中间，要看见人的生命伫圣神的引带带领内面，通过主的话。通过主理属灵圣神的气力，也要帮助每一个细囝，互因平安大汉。毋但互因有智慧，嘛要互每一个伫领受伫祈祷的中间圣神大气力的兄弟姊妹，阮拢同齐得到生命的祝福。特别愿上帝你祝福，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每一个人，虽然有个人伫身体有软弱，身躯痛痛，总是阮的心神要悠然火热，要跟对主的脚步。愿上帝你圣神用你的话，亲自带领阮，三甲为着主你的教会起造，三甲来努力，三甲来代祷，三甲付出阮的心力来顺服主。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伫咱要进入今仔日的信息以前，我想要同大家来做一项代志，吼，就是咱会当家己边仔兄弟看一下，好无？家己有个人咱拢真欢喜家己微微笑一下，吼，真欢喜，咱会当三甲见面。这个时我嘛要邀请你家己讲，吼，家己讲，欢迎你，有你伫阮中间，真好。欢迎你。欢迎你，你阮中间真好。我看见大家人的笑容，心内有一个真深的感动。其实咱伫教会内底，即个大家庭的内底，每一个人的面啊，拢充满着侪无相款的故事啦。这个故事的内底呢，我相信是几60档，甚至有真侪生命的内底，拢是咧见证上帝伫教会内底，甚至伫你的生命内底。通过圣神，通过无相款的经历，互咱去体会到，咱若是老树枝，咱嘛是新的树枝。所以伫咱的中间，上帝期待，互咱每一摆，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主的道的中间，咱会当真实来了解咱的生命要安怎听见福气的声音。这个福气的声音对倒位来？当然是对主来，对咱的主上帝遐来。所以当咱来晓听到，咱嘛安怎？咱嘛会当甲挖出来，吼。所以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吼，也就是有一个人，吼，伊非常的怀念伊的阿嬷所做的这个红烧鱼啦，吼。有一摆呢，伊咧分享讲，伊咧请教伊阿嬷安怎制作这个红烧鱼啊。
所以伊阿嬷一边讲吼，一边伊就伫边我知，好我知。阿嬷就甲因讲，真简单，你只要咱知影煮饭一定炒菜拢爱用啥？一定爱有香味嘛，对无？所以伊就讲，就葱啊、姜、蒜头啦，加上一寡豆油佮糖啦，就会非常好食。伊感觉伊拢听了，伊的孙仔讲，我拢听，我知影这会使。但是阿嬷呢，嘛足细致甲伊讲，伊讲但是最后你着爱伫这鼎位边甲淋这个啥醋啦，你若爱淋着真好食。后来呢，伊的孙仔就转去开始做这个红烧鱼，但是伊做起来伊食起来感觉奇怪，哪有减一味啊，怪怪，后来呢，伊就真埋怨伊心内想讲，这阿嬷一定会留一手无甲我讲安尼啦。后来呢，伊佫倒转去呢，去第二摆伊去问着阿嬷的时阵，看着阿嬷的时阵，甲伊问讲：阿嬷，你到底迄是安怎用才会当安尼遮好食？是安怎我做起来无共啊？阿嬷就甲伊提醒讲：你最后敢有将迄醋甲伊淋落去？伊讲对就是减一味啦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孙仔伊一开始有听到无？伊其实是有听到，但是伊有法度通做出来无？无拄拄，因为伊听到，伊想要听的，但是最后迄步伊无做到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伫咱的信仰的生活内底，包含我做上帝的奴仆，我有真侪时阵去听见有侪上帝咧甲我讲的声，有时听到我的爸母，听到我的边仔同工咧甲我提醒的声。有当时我心内敢会想到，我就是要安尼做就较好。我袂去想到讲，有时同工咧甲我提醒的话，检采就是我爱去做一个调整的所在。有时咱的信仰嘛是相款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要看的这段圣经节，一个足要紧的物件，就是有真侪时阵，咱伫听见。甲这个要真正挖出来、做出来中间，其实会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。我嘛有祈祷啊，我嘛有读经祈祷啊，嘛有看圣经啊。为什么迄生命就感觉减一味啊？其实会记得，咱的生命中间听会入去，听见，但是你要会当挖出来，有一个足重要的，就是爱安怎？爱有上帝的话啦。你要认定讲上帝就是咱唯一的出路啦。我搁讲一摆咱要听见搁做会出来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啥？上帝是咱唯一的出路。也就是讲，咱做每一个决定也好，每一个判断也好，毋是靠你的感觉啊，嘛毋是靠你的感情啊，是靠着啥？咱是毋是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？所以兄弟姊妹。今仔日的圣经节，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1节，其实是到14节，第1节到14节。牧师先出第1节、甲第2节、甲第13节。等下我会带咱来看第3节到第12节内底咧讲什么。第1节到第2节包含第13节，讲到啥？伊讲到你若注意听，你若注意听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。守伊一切诫命来行伊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互你安怎？盘过天的万国。兄弟姊妹，第2节佮讲一摆，伊讲你若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就遮个所祝福，要对你安怎？要临到你的意思啦，要临你。安怎要教着你？13节伊讲，你若听耶和华你的上帝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，接手来行伊，无偏左，无偏右，来外带我今仔日所命令你遮的话，去坦白的上帝来服侍伊。耶和华就要互你做头无做尾，你要点伫顶面，无点伫下面。兄弟姊妹，这段圣经节。是摩西伊进入应允的地最后的一个叮咛啊！这个叮咛足重要，因为伫迄当时的会众出了旷野，伫行的中间，其实咱知影有一群是啥？有一群已经是足资深的啥？足资深的信徒啦，嘛是足资深的以色列百姓。嘛有啥？嘛有对未来有足侪期待，
搁惊爱受伤害的啥新生代啊。所以咱知影，有侪这资深的信徒，因会讲好啊，我差不多行到这差不多啊啦，吼，敢毋是？我努力过啊，吼，安尼上帝带领我会当出埃及差不多啊啦。但是有一个新的一代的人，因会期待讲，哇，上帝终于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圣经在内底有讲到一个，这是以色列人因要进入应允的地一个真关键的时刻。因为咱爱知影，这个听吼，希伯来文什么听代表是顺服，这个听是重复的意思哦，伊是不断的重复的哦。你讲到听，你就爱听。兄弟姊妹，圣经内面为什么唔拿讲听，佫是3摆讲到听，你就爱听？圣经里内底咧，甲咱提醒一个足重要，那亲像咱甲囡仔讲哦，你甲我听好哦，你若无听吼，你就会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有无？吼，所以有真侪时阵，咱会期待讲，咱的囡仔，你就爱听哦，因为这你若无听，你会足危险哦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较无咱，真意爱咱，吼，毋是较无，上帝意爱咱爱听，甚至爱将伊的话听入去你的心底。转化做一个行动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听是要为着啥？咱期待囡仔听，敢真正听就好。老师若希望囡仔、学生囡仔听，讲爱读册、爱复习、温习功课，敢真正干那爱囡仔听就好。当然是希望孩子要怎么样？要真的行动嘛。所以一样，当我们对孩子，我们都会知道，咱来甲伊讲，你爱听好哦，爸爸妈妈咧甲你讲的哦。咱期待惊伊袂记得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过去吼，咱收音机吼拢是安怎做？较早收音机是安怎？迄一点点啊，0.1，敢会清楚？袂啦，你若97.9、98.9、97.9是啥？音乐台对无？吼，啊你若97.8，敢会清楚？袂清楚。你安怎？你甲转一下。我讲吼，咱的生命嘛是安尼啦。信仰的生命嘛是有当时咱的频率拢无共款啦。你有你的做法，我有我的做法。但是当咱若豆豆啊去好好啊去听、去经历，你就会豆豆啊将这个生命安怎改调整好对频到怎么样？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走这条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日圣经节第2节，注意看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。第2节有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真理。讲啥？今仔日这个第2节讲，你若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，就这的所祝福的，要安怎？要对伫你哦。注意哦，毋是要互你哦，是对你哦。你敢有听过讲福气是对人的？咱拢通常会讲啥？祝福是看你有要得到嘛？啊，你就安怎？你若要得到的人，你就会得到。这种的概念较是正确嘛？吼，这是一般的人拢会想到的。你若想要得到这个能力，你就爱家己去安怎努力，对无？你会感觉讲祝福就临到你。但是圣经咧甲咱讲，你若听主的话，这个福气安怎会对到伫你哦？我要甲咱讲，这个对，兄弟姊妹，为什么福气会对到伫你？圣经内底讲这个对吼，原文的意思叫做追赶上，伊个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不期而遇啊。你有看见有的基督徒吼，伊有当时会拄到什么代志？拄到迄个你拢拄袂到的代志啊，拢敢若不期而遇，敢若有福气我临到伫伊啊，有无？有这种人无？有啊，吼，伊做什么代志，感觉上帝拢敢若帮伊安排好啊，啊，拢做福气哦，啊，偏偏着你经验袂到咧，啊，就是伊拢经验袂到咧。兄弟姊妹，原文的意思讲，这个对到伫你吼，有一个不期而遇。而且伊的祝福会甲你对到你的身躯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我看到这段圣经，才互我回想我咧看这个物件，互我回想咱头拄仔咧讲的，这收音机共款。咱要听这收音机，敢真正敢若伫咧佚佗咧耍咧收音机？毋是嘛？咱听收音机是要创啥？啊，就是要听到我所要听的主持人所讲的话嘛，所以要听到迄好听的音乐嘛。你敢会无代无志伫遐转咧佚佗？袂啦！你一定是有一个目标，我就是要找到这个真水的声音，互我会当得到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真欢喜会当期待咱
做伙会当来做门徒的训练。这个门徒的训练唔简单，会当做伙来读上帝话、圣经的话。我伫即礼拜中间，我看咱头拄行出去即个兄弟吼，伫门徒训练中间，我才了解，伊有一个真大，这我拢甲伊讲过啊，吼，咱毋免烦恼讲牧师想要伫即个所在讲，吼，伊讲袂要紧，牧师你讲拢袂要紧。我咧甲请教时，我讲，某咪兄弟啊，你为什么那拢安尼一直看牧师，你那拢无咧看字啊？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袂晓看字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当时咱咧甲伊讲的时阵，伊听无。但是至少我发现讲，感谢主。我发现了这个人的生命，伊的需要，所以伊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昨暝阮咧练圣歌队时，我讲你若看字看无吼，你嘛莫遐忝啦。我看你来，你拢讲你足忝，吼，你就转去困。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牧师，我想要伫遮听音乐，你敢会当甲伊赶？袂使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伫互咱去经验，什么叫做人传福音？什么叫做甲人对频啊？互咱会当真实将这个听来听伫一个滋味势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《申命记》第28篇第28章的30到第12节讲到啥？伊讲你伫城里要蒙福，伫田里也要蒙福。你生伫啥？你的身上所生的。地所产的、精丝所下的这牛犊、羊羔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，你的筐子就是因咧修行咧装的这个人啊，这个薄面盆就是因咧敲米粉、做米粉的物件，拢要蒙福。你出也要蒙福，入也要蒙福。这种祝福的哦，咱来好好看。第7节，对敌来攻击你，耶和华要甲因安怎伫你面前。庇护你台，意思是讲你的德性啊，因对一条路来攻击你，要对7条路选出去啊，意思咧讲安怎？伫迄中间你的确赢啦。第8节，伫你的床房内，伫你手所办的一切事，耶和华所命的福气，拢要临到伫你。第9节讲，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的上帝诫命，遵行伊的道，伊要照着你所下的日子，安怎？做你是真做伊神圣的百姓。第10节，天的万民看到你归伫耶和华的名，拢要惊你。要惊啥？毋是咧惊讲咱足够啦，毋是啊，是咧惊讲，靠较厉害，这上帝哪奇妙？11节，你伫耶和华你的列祖所下应允赏赐互你的地面上，伊要互你所生的、精丝所下、地所产的，拢绰绰有余啊！耶和华要为你开天顶的帮口，按时降雨水伫你的地面上，伫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拢要祝福互你。后壁这句，咱做伙来读，用华语来读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。这个福气无，非常大的福气。但是你有法度得到？兄弟姊妹，过去有个人会想讲吼。这拢你啊，拢是讲到你啊。牧师用3个部分跟咱分享，这内面有讲到3个环境。农业社会，伫迄个当时，咱知影地所产的、精丝所生的，按时落雨水，你认为敢才甲落伫恁兜？袂嘛？我今仔日我是信主的，我得到福气，上帝赏赐互我得到福气，我边仔的人，我所徛的台南市，敢会嘛得到雨水？嘛会啊。所以，当咱得到福气，连我边仔的人嘛得到福气啊。但是边仔的人会看到袂？真正呢，我迄天跟你分享吼，安尼也拢无落雨，但是较听你咧讲，你甲上帝祈祷，上帝就赏赐雨水咧。精生，敢真正精生？敢若祝福着恁兜的精生较高生，阮兜的精生较袂生。咱知影疫情吼，这动物的什么猪瘟啊，猪瘟若是阮兜的猪啊，若是得病啦，得这啦，敢真正敢若阮得着？袂哦。古早的社会，古早的年代，
因若阮兜的精神若得着吼，连边的嘛拢得着迄个病毒嘛，敢毋是？所以咱爱知影圣经内底伊咧讲起，这物件，互我会感觉讲，即奇妙。过去的年代吼，咱知影，阮厝里若无盐吼，会安怎？会去厝边隔壁，甲你借一下盐的，借一下油的。你即摆你去厝边隔壁，你用借油借盐试看觅，人敢会借你？袂啦！哦，你忙入来，你忙入来。但是过去的年代，因是安尼咧讲，讲你的筐子、你的这个薄面盆都闭门府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你会当分享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最后一节搁咧咱讲起啥？你会当丰富到哪？丰富到第12节，你连搁会当照互人啦，照互教会啦。所以吼，牧师吼去做经教会去募款的过程吼，去听因咧看因的见证吼，足奇妙的。迄有诶吼信徒是真正甲厝摕出来抵押，吼，去做照哦，照互教会哦。我讲吼，这信心大。吼，牧师毋是讲鼓励咱就是安尼做，但是我嘛期待讲，咱会当看见圣经内底咧讲起的，迄种的信心，迄种的福气是啥物？各位兄弟姊妹。特别伫咱即马接续，咱有侪咱的教会已经有侪新的家人加入伫咱的教会中间。牧师真期待，咱会当真正毋若去了解上帝所予咱的福气，为什么咱是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？所以，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你是有福气的人。你去甲伊讲，你即个福气得爱分享出去。伫今日圣经内底咧，甲咱讲起一个足要紧，就是爱分享，甚至会当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会当互咱认捌上帝要安怎赏赐互咱。牧师嘛要用一段圣经节来跟咱分享，伫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中间，咱需要生命做啥物款的转变。牧师伫即个所在，我嘛想讲要跟咱大家分享一个真要紧。有真侪时阵，福气要临到的时阵，但是当咱若犯了错误的时阵，要安怎办啊？牧师本身来到伫咱教会已经8年半的时间啦，吼，8年半，吼，会当讲我非常感谢主，会当有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陪伴，甲咱的一寡教导，互我有足大的提醒。当咱咧讲到咱要安怎样听主的福音，听主的声。来活出一个真正受祝福的生命中间，其实牧师有真侪经验着，感觉咱若是生气吼，真正即个人若爱生气吼，真正足够犯罪啦。吼，所以我对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32节有真侪提醒，嘛要跟咱做伙来分享。这是我用下底面的时间，是我要跟咱来分享我本身家己。故事嘛，要跟咱来做伙勉励，咱做伙来读吼，咱做伙来读，咱用华语来读吼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，不要再偷。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相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要诚实来咱在座同工。有捌因为甲牧师做伙同工的中间有冲突的同工，我要甲恁回息咧。有时我为着要维持我做一个牧者的形象，有时我会讲一寡较客套的，吼，
看起来敢若是无啥物冲突，但是其实听起来，其实同工是会感受会到牧师的辩解。其实牧师的心内有真侪话，期待会当跟咱讲，总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我无法度通放落我正做一个牧者应该爱有的形象。但是上帝的话嘛咧甲我讲，亲像伫32节咧讲的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当我听见这话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回想。当我甲同工讲这无好听的话中间，我是毋是犯了一个要紧？就是我看因所做的代志无符合上帝的时阵，我用我认为对的事来甲因做欺压，我用苦毒、用恼恨、用愤怒，甚至用诽谤来诽谤了一个人的性命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我求主怜悯我求上帝赦免我。我嘛期待会当伫我所拄着的人的同工的中间，求因来赦免。但是咱知影吼，有当时人若离开啊吼，可能就做恶敌，会当有机会跟伊讲这个代志啦。但是牧师嘛要跟咱分享吼，我有算过吼，牧师2017年来到咱大桥教会，咱嘛真紧大家做伙努力，大家真欢喜，看到教会捌成长到60几个人。迄个当时我感觉真欢喜，但是我嘛看见我算过吼，嘛有因为我来离开的嘛袂少啦，吼。但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上帝拢互我伫外口面拢会无意中拄着啊。拄着的中间吼，我有一个声在咧甲我讲，你爱甲伊回信咧，你爱甲伊回信咧。我的同工嘛甲我讲，我牧师你安尼做法毋对，你爱去共回信咧。一直拢咧甲我提醒这项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圣经在咧内底吼，25节内底讲啥物？弃绝白贼，大人甲厝边就爱讲诚实话啦。因为咱是互相成做肢体，咱就爱互相讲出咱心内话。所以牧师嘛期待，我会当安尼跟咱做伙分享这我的心内话。我嘛期待，咱若有机会做伙同工的时阵，我嘛希望咱拢会当将恁的心内话。会当伫主的听的内底，咱拍开心门来互相交流。我相信，咱若伫生气的中间，咱就袂犯罪。我相信大家人拢会生气啦，对吧？但是生气唔通犯罪啦。圣经甲咱讲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有一摆我看牧师娘冤家的时阵吼，家讲起来吼，我看伊面色叫做歹看。我讲吼，我讲牧师娘，你还搁咧生气哦？了吼，伊就甲我讲哦，你莫阁讲啊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伊就甲我讲，哎，你还是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记得很多东西，当你还是惦记着我要做那件事情，你跟那个人他没有交流了。所以吼，兄弟姊妹，其实这段圣经在咧甲咱提醒，咱来弃绝迄个叫做假装没事的属灵客套话啦。我再讲一次哦，莫讲有当时咱有同这人有冲突哦，有当时咱无冲突，咱嘛会假装没事啦。信徒做爱做的就是讲这教会吼某一种问题，我要假装没事，没看见。甲你边的人讲，不要假装没事。为什么唔通假装没事？因为你假装无代志，其实魔鬼就是开始要做工啊啦。了解无？我真倒感觉咱坦白，大家人互相了解。会当讲出来是更较好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甲咱讲，这个认罪跟真实性，我们要看清楚。26节，咱来看26节甲31节。26节讲生气唔通犯罪，唔通含怒到日落。31节讲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相闹这个相闹、嚷闹还是相闹？嚷闹还是好？嚷闹好，嚷闹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好，你那含怒在你的生命里面我要跟你们分享，隔刚一礼拜、几个月、几年套当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心内迄种苦毒、恼恨，你都会希望这个环境能够做出一个什么选择、决定来改变，但是实际上不需要。
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就是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因为我们的生命，咱的生命，拢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饶下咱的生命相款。所以咱知影圣经内底，这浪子回头的故事有无？这浪子伊倒转去到伫伊阿爸爸的面头前的时阵，伊讲啥？伊讲爸啊，我犯罪啊，我真正不配做你的囝。但是你看，这老爸对伊的回应是啥物？敢有该当做囝？有啊，佮办倒，佮安怎请伊？但是伊的大汉公主讲啥？我做较济哦，啊是安怎？你老爸啊，你是安怎饶下伊？你是安怎安尼互伊做？伊甲你的财产哦，我摕走呢，佮开了了呢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的主一直咧互咱明白，咱伫咱的兄弟姊妹彼此的关系内底，咱要安怎样会当用主的疼，互相彼此怜悯赦免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来提升。咱免烦恼吼。这位兄弟伊头拄仔做这动作吼，其实之前私底下无事甲伊讲过。伊咧甲我讲，伊要带一个，伊较早是启智学校毕业。伊咧带一个朋友，有机会要带伊来教会。有一寡细节，咱伫私底下，咱会当甲伊提醒，教伊安怎做。伊其实伊毋捌，好无？所以咱大家做伙用这款的心，大家互相包容，互相认捌。嘛求上帝帮助咱，想使互咱有够遐气力，做伙来为主做美好的干净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你通过《申命记》这宝贵的应允，互阮看见，阮着爱听主你的声，较无阮的生命会当得到这款的福气。阮毋是简单家己咧行这条人生82家道路，是主你咧甲阮三甲同行。主，阮要成做圣洁的选民，是蒙福的。阮着爱伫群体中间，会当真实活出上帝你真实永远我的活命的信徒。主啊，阮特别要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大桥教会正当工中集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主你的路卜所做的事工、所做的工课内底，有得失人的，有得主你无欢喜的所在。阮恳求上帝你怜悯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过着一个真实、认罪悔改的人生，嘛互阮时时刻刻伫生活中间，伫教会侍奉的内底，阮会当真心得到活命快乐的人，互阮互相接纳，彼此成全。阮相信上帝你的旨意，你的福音嘛伫阮的中间，主你的疼嘛要通过阮本身。来迎献上帝你的名，求上帝你继续为阮开道，帮助阮大桥教会。伫头前还阁有侪阮需要面对的工课，阮需要突破的所在，阮拢恳求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，引带阮头前的道路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。咱做伙起立，咱做伙来吟383首。我打肯恁，着献家己。我打肯恁，着献家己，来做圣洁活祭，这是上帝心所欢喜，心在乎无价，无地高价。心意，变
做伙同心来奉献。塔拄啊，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啦吼。虽然咱头一次吟，总是有机会，咱会当更较侪机会来练习这条歌曲，吼，会当互咱做伙伫吟的中间来享受主的话语。咱做伙起立，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享受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稳定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同伴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。奉献是在前丰收的种子，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，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，389首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。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万土万物，天顶星在地的万民，永远乐乐美行诚信。愿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成做咱的生命的帮站，互咱学习伫饶赦怜悯的恩典中，嘛伫天父上帝对天顶所赏赐的福气的内面，互咱伫圣神的引带拆毁伫咱彼此隔断的墙，互咱重新结连，成做主所欢喜合一的肢体。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